请我来了。他们都是长期的。来，他们这里有放牛的，他现在有没有嘛？这个微量的，肯定冷的，就不要去冷了。这边直接就这个。啊，没冷。你不冷，你不冷。多少钱？我们那个没有10块钱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 have arrived at Beijing. You enjoy your stay in China. Thank you. 北京，我来了。纯打架。
你也是，我也是。估计是小车把那边那个。人家这4S店的。哎，小车它不基本。基本的呢。那晚上的，单去晚上的。那今年。你这地方是为弄的。哎，好啊。来，上样的吗？这个样子。拿笼子里头请让我去了。我一个人帮你办。我一个人帮他包2个锅。来开厨师的。说错了。哟，我把那个上车位去，行了吧？上车位还觉得因为时间。再见北京，再见北京。观众朋友们，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他们，好吗？请裁判员准备试分。